台南市托育人员到厝的服务，因为收费的标准，政府规定上限袂用超过24000块，引发未少托育人员的不满，认为比上加基本工资更加低，甚至向主管机关反映。得到的答案却是中央的规定，并且希望托育人员爱工地时间当作是在做功德，和到厝的服务托育人员相当的不满。在政府强行的把托育费限制在10小时2万4，连基本工资都达不到，你们是在践踏我们的专业。然后呢，政府这样是在剥夺我们的生存权。1月1号，你应该要我们签准公共化，这个真的是一件好事，是个善政，真的是个很好的政策。问题是你没有把薪水先讲在前面，那个薪水的政策都没讲，你8月3号。你先斩后奏才跟我们讲，当然大家都会跳啊。我问你们，你也是在市政府也是吹冷气啊，对不对？也是用政府的资源啊。那请问你也是要领2万4，做功德大家一起做嘛。你要社会局要带头做。唔定到厝服务托育人员的不满，现在连伫厝服务的托育人员，嘛因为相关限定15000块。虽然政府规定托育的比例是1:4，不过带死的幼儿根本是无可能，加上相关的上限已经10外单无调整，因此嘛徛出来表达不满。104年啊，以前托婴中心的价钱很不好。老师的薪水非常的低，没有人愿意去做。那我们我退到居家保姆，哇，我也很倒霉，刚好遇到这10年全部都薪水都是一样的。那政府都会认为我们是带4个，不可能，你们的手上资料都有，没有保姆是满4个的，永远都是用那6万。哎呦，恁6万伫厝到好，唔要出门有钱人谈啊？怎么会有这种呢？对此，市府社会局长卢宇聪回应。因为托育的政策是中央的无法规定，加上收费的上限是依照家庭会当支配的所得甲物资来做核查，由着居托委员会开会来做决定。这个都是根据呢我们的中央母法呢所计算出来的哦。那它的一个基本因素是呢，我们台南市的家庭可支配所得，还有呢物价指数这2个重要因素呢来做转换。好，那刚刚有提到说呢，我们台南市怎么算来算去哦，都是6都最后了哦。那说实在的呢，我们的家庭可支配所得了哦，它其实呢几年来呢都是6都，我们是第6的，所以呢其实换算出来呢是会有比较低了哦。居托委员会哦，把我们今天各位我们所有保姆们，还有我们议员们所说的意见呢，我们把它全部收集起来哦。我们刚刚有记录有听下来哦。那我们将在呢1个月之内呢来开居托委员会。那我们也会比较沉重的方式呢来跟我们所有居托委员讲哦，就是说呢，我们在这一个今天的记者会上呢，我们大家意见是怎么样，然后重新呢再度考量我们在费用上的一个调整。因为收费上限的规定，现场侪谈的嘛有议员建议，伫个居托委员会进前，应该申报中央，看是毋是用个提高家庭会当支配的所得比例，并且开放居托委员会一定要有托育人员的代表。也有15个委员，我们要求我们那个托育要有代表列席，向中央反映这个问题，那你在召开居托委员会，你才有办法啊。不然如果今天讲难听点，中央就按照你个人的所得支配的话，城市个人的所得支配，包括它的物价，那这样还是回归到还是2万4啊，没有用啊。对此，市府社会局申办人员回应，伫个居托委员会中有2位是托育人员代表。虽然其中1位已经无咧执业，但委员的资格搁伫个。至于后一届委员会召开，将伫个1个月内举行。市府嘛欢迎托育人员的关怀协会会用个派人来列席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